香点那拿东西了。对。哎呀，他7个人了，你。哦，他2个人的0.8到。还到。还到。人家反正有坚持粮的那个那个回肠都有坚持粮的。好。啊。正好吧，一个人。2个人的。俺俩的，赶紧进来。到你们了。就2人7两，你就先进他们吃。最后没有，我不要弄那，你看就进。来讲快讲。做这点东西啊！16人，16个，是打发26个人发这些。26个人发了发这物资。200个鸡蛋。这26个人咋发？发这些东西。昨天晚上统计说着16户，26个人，16户咋着分？对。 26个人就发这个2满鸡蛋，2满子鸡蛋，2袋子2袋大米。茶铺咋办？普陀塔布镇，金光七队，金光城，水星马地市。给上了。蛮好，地址水星头。那昨天晚说记住啊。塔布镇。发2个鸡蛋。 普陀区塔布镇，普陀区塔布镇，金光七队，金光七队，普陀区地址水星头。发2袋子。 26个人就发这东西。怎么分？你看，这咋分？给他弄了吗？啊？没有。这得了，哦，还有个菇。搿啥菇啊？搿菇，搿种菜地菇。哎呦，对头了。很好吃的甜瓜。这啥？ 大蒜啊，大蒜，苦辣，好吓人啊！搿是苦辣啊！哎，哦哟，调料也有了，酱油啊，酱油，哎呦，黄酒，这是啥？酸菜鱼，哦哟，哎呦，青菜，哎呦，这东西多了，花米。 这是小银鱼还是花米？花米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什么米肠？啊，台北糯米肠。糯米肠。哎，大米来了。啊，香醋，哦哟，这次怎么想的那么周到呢？样样有哎。这是啥？盐呢？样样有，那是好了，不要担心了。大成鸡块。 哦呦，米我还在愁呢，米都没了，想搞米去了，没地方搞米，正好米来了，哎呦，真好。哦呦，做菜呢？哎呦，做菜呢哈，没饭菜了呢。哎呀，真好，这是真的纠结。哎呦，牛肉。哎呀，想吃啥来啥。稍等歇歇啊，真的就是想吃牛肉吧。 哦哟，牛肉，这是墨鱼，这是叫啥？搿是熏啊。阿瓦比。啥？阿瓦比熏。熏。哦。梨。2个，一只苹果，一只梨。侪是梨啥的嘛？一只饼。肉丸子。哎呦，那么多东西，肉丸子。